各位亲爱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用祈祷，互咱甲上帝较亲近，咱做伙额头来祈祷。主，天父，我的主，我感谢你，愿你的恩典伫阮的中间，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对听的，通来领受，伫心内底，阮通看见你一直拢甲阮同在。主啊，阮欢喜伫今日早起时做伙围内来敬拜你。阮也欢喜做伙伫遮，甲阮的兄弟姊妹，阮有份共同伫一个你的疼痛的内面。所以主啊，愿你搁一摆来，互阮的心开阔，互阮伫即阵拍开阮的耳孔，拍开阮的心，阮的牙齿，主你圣神甲阮同在。阮来感谢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的名来祈求，阿门。当以色列人因离开埃及，要进入迦南地进前，经历过旷野40年。伫遐经历的过程中间，因到尾啊，经过重重的难关，进入到迦南地。伫遐因欢喜，伫遐因快乐，因为因伫遐领受到上帝对因的应允。因所徛的这个迦南地是久久上帝就已经应允伊。对一个人开始，这个人叫做亚伯拉罕。通过亚伯拉罕，甲一个家庭，甲一个家族，一直到一个民族，甚至到一个万邦万国。咱会当讲，这款的祝福，通过亚伯拉罕的祝福，一直伫咱的旧约圣经，咱通看见。所以，当这以色列百姓因徛伫迄个所在时，因伫遐欢喜。因为因知这是上帝所应允因的所在。今日咱所读的经文是伫这个申命记内面，这个申命记可能伫咱在读圣经的过程中间，时常拢会跳过。搁一个叫做利未记，跳过愈紧，因为这个圣经互咱读起来，感觉足无趣味。总是等到我倒来看申命记的时阵，我感觉申命记是对以色列百姓一个足好的提醒，因为为申命记以后开始进入约书亚记，因就伫迦南地开始在发展。迄个上帝互应允这以色列百姓的土地，因伫遐来成做12个支派的发展。后来咱看到因的历史册，伫这王国史内面，咱会当看到一个。这以色列百姓因开始在发展的过程中间，因上帝来求讨一个君王，总是这君王煞就开始这个王国的延续落去。咱看到以色列百姓的软弱，因为原本因是受到上帝的恩典甲祝福的百姓，这个民族总是当因开始有君王了后，有王国咧运作了后，这个人开始伫富裕的中间，开始渐渐袂记得上帝。所以，咱对历史册内面，咱看到上帝通过侪的先知来提醒这个以色列百姓，也通过这个先知来以色列百姓来讲，恁都爱悔改，恁都爱认罪。为怎样？上帝要通过这个以色列百姓来重新搁一届呼召因，来接纳因。上帝对因讲：“我有愿听恁。”可能咱伫旧约圣经中间，咱看到安尼的剧情不断地发生，总是一届搁一届。圣经讲，这个背逆的以色列百姓，因离开上帝久久。其实因毋是伫成做王国了，那离开上帝。咱会当看到，虽望因这以色列人，因领受到上帝的恩典，因徛伫迄个所在，总是有的人留落来，有的人离开。什么意思？是讲，因为这个人因软弱，因犯罪，所以咱伫旧约圣经内里，咱看到有侪以色列百姓其实是无军队上帝，一直到王国被灭亡，南北国拢受到遭灭了后，因才开始反悔，因反悔因过去无看过圣经，当因要重建这个圣殿的时，咱看到。当圣经内底来有这个圣册拍开了后，开始读，所有的人拢伫遐流目屎，伫遐忏悔。为怎样？因为因久久袂记哩，因是一个受到上帝祝福、有应允甲恩典的人。
所以今日咱用安尼咱嘛共款，咱来看，今日咱双连教会伫遮已经110年。咱伫3月初5，咱所有的人拢去到三支分堂，拢去到安养中心，咱伫遐欢喜庆祝咱110年。当咱行过这110年的历史的时，各位亲爱兄弟姊妹，咱敢毋想讲，咱是毋是行伫上帝应允的道路顶面？我相信，今日上帝若无应允咱伫这个所在，那安尼，咱伫当时110年前开始要起造这个教会的时阵，拄着侪困难，可能有人会感觉安怎？想要离开，有人会感觉讲，这种困难的无咱莫做。我定定在听一个见证，这个见证就是咱这个礼拜堂起造的时，咱双连教会干那18万。我感觉迄是一个足大的信心甲勇气。假使讲咱若无相信上帝互咱的应允，我相信咱的前辈、咱过去的中职牧师可能做袂到。总是我想，今日咱行到110年来，咱徛伫这个所在，咱透过今日的圣经节，咱嘛来做伙思想。既然咱双连教会是上帝所应允的教会，那安尼咱毋是干那到遮尔尔。我相信咱应该阁有较大的意向，我相信咱阁有较大的呼召，是上帝伫咱每一个人的身上，咱会当去行的，毋是干那教会会当行遮的，是咱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咱拢会当亲像阿伯拉罕共款，咱接受这个应允，咱接受这个呼召，咱就往需要的所在去。上帝爱咱去到对，咱就行去到对；上帝爱咱往什么人来做服侍，咱就往什么人来做服侍。今日咱毋若是徛伫这个所在，照圣经所讲的，咱来看第3节讲，迄个时阵做祭司的对伊讲：我今日耶和华你的上帝来明言，我已经来到耶和华咱的列祖就抓应允赐予我的地。伫遮咱看到圣经甲咱讲。上帝已经伊的列祖来应允有这个地要互因，所以因就领受这个地。咱去看第2节，中安尼讲：上帝使你的地上所收的各种初熟的土产，放一寡来，放伫哪内面？耶和华你上帝所选择要入伊做名的徛起的所在去。咱的新的圣经，台语的圣经本顶也是讲。要入伊做名敬拜伊的所在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咱会当看到以色列百姓，无论因去到倒落，因第一项做的代志是什么？起做祭坛，开始伫遐敬拜上帝。我相信，亲像安尼，上帝有拣选伊避难的所在伫遐，要互伊的百姓来伫遐来起做敬拜伊的所在。通过安尼，咱双连教会伫这110年中间，咱若有参加咱今年110年纪念，咱会当看到咱过去双连教会伫遮尔久长的时间，咱起造侪教会，或者教会拢真做上帝的祝福。像时咱也伫三支来起造安养中心，也伫三支有一个三支的分堂。煞接咱伫新庄，咱有新庄的社会福利中心，咱嘛有新庄的分堂。伫咱的本堂嘛有视障基金会。咱无共款的所在，无共款的百姓，无共款的需要的人，咱伫遐来成做因的帮助。当咱成做这个帮助的时，毋是咱帮助伊什么，是因为上帝帮助咱，互咱这个应允，所以咱才有能力今日徛伫这个所在，去成做帮助的人。所以，各位亲爱的姊妹，咱去回顾咱双连教会这110年来，咱所做的这些事工，其实若毋是上帝稳定甲呼召，有可能咱就停伫这个所在。人真软弱，以色列人嘛真软弱，因拢真爱安怎到遮就好。伫旧约圣经，这以色列百姓军队摩西进入伫迄个迦南地时，还未到迦南地之前，因就拢无法度入去迦南地，为怎样？因为这以色列百姓拢心内底想讲到遮就好。所以咱看到军队摩西这个人，无一个人，因这代的人，无一个人会当进入迦南地。总是上帝应允因的土地，毋是安尼就无去啊，是伫因选择个另外后一代，上帝就互因得到这个上帝的恩典。
我相信同款，有一句俗语安尼讲：前人种树安怎？后人乘凉，哈！前人种树，后人乘凉。我定定咧说这句话，敢若无啥公平呢？安怎讲？因为咱拢是啥物？咱拢是后人，咱拢咧乘凉啊！啊，我感觉迄介无公平，因为头前人拼到要死要活，结果咱直接享受，毋对。这句话无应该安尼来思考。我感觉这句话佫有较重要的意义是安怎？是帮助咱继续向前行啦。咱相连教会110年来，咱头前的先辈。咱的牧师、咱的长执，因安怎为着相连教会来拍拼？今日咱嘛是共款，即阵的牧师、即阵的长执，咱嘛是爱亲像安尼。咱爱做前人，咱毋通做后人啊！咱毋通干那要享受，毋知通种树啦。所以我感觉吼，当我每一届咧读圣经的时候，我看到这个时候，我就感觉讲，哎呀，实在是真亏欠上帝。咱相连教会的历史。互咱一个真好的提醒。第二点，咱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，对历史的回顾中，来感谢上帝的带领甲引导。头前咱安尼讲落来，咱有110年，咱相连教会是上帝所引导的教会。上帝祝福咱，互咱嘛会当继续向前行。就是咱回顾这个历史了，咱来想看卖啊，咱来相连教会有偌久长的时间？你对相连教会有偌济的认捌？伫遮牧师要来推销一下。推销什么？咱的干事、咱的牧师团，咱设一个叫做密室逃脱、密室脱逃，吼，有参加过的人请举手，有无？好，请放下。有大部分的人拢还未参加，不过我讲，今年真紧就过去啊。你若无参加，你就无机会去了解认捌这个密室脱逃内底的意义是啥物？因为这是针对咱相连教会的历史甲咱的文物来做一个认捌。所以毋通想讲，咱伫相连教会有久长的时间，你对相连教会有偌济的认捌？我感觉咱透过这个活动，牧师要鼓励咱大家来参与这个活动，互咱规个相连教会，大家拢动起来，大家拢对咱的教会的历史更较参与，对咱的教会历史更较认真，更较思考。我定定爱想讲，这个圣餐道，咱是毋是爱特别介绍？咱这个圣餐道有一个特别的所在，对毋对？足侪咱的长辈拢知影，我嘛是为长辈遐学来，对无？咱了解，咱的圣坛的头前有一个石头，这个石头叫做什么？哎呦啦，足侪人拢知影，咱的前辈拢知影。但是我相信咱的少年呢，可能唔知影。为什么？因为无伫这个历史的回顾中间，遮的少年人讲，恁爱知影，这是咱的历史啦。咱相连教会有2个足重要的2句话，一句话叫做什么？咱有永远行未了的罪。咱有倒步的主义的精神，各位兄弟姊妹，你若甲这少年人讲，咱是安尼教会的时阵，伊讲我也毋捌听过。为什么？因为咱无这个传承伫这个历史的回顾里面。今日圣经节，为什么要读申命记？因为申命记就是因的回顾。上帝透过先知人对因来讲这话无够野。因为因在当伊看这个摩西五经的时，因也看到什么？为什么因的老目屎讲上帝也原谅我？因为当因看到摩西五经的时，看到这个经文一读的时，因也知影因过去失去太多。所以各位亲爱的姊妹，咱同款伫咱相连教会的历史的久长的中间，咱不断的进前，不断的去做，咱毋是干那到遮尔。旧约内底有足侪搞遮尔的人，是遮以色列百姓，因就是因为犯罪，因甲摩西讲：阮到遮就好啊，因为阮已经结婚生囝，阮甲遮外邦人已经做伙啊，阮无想要搁进前。所以遮个人到尾啊，无一个人进入迦南地。当第2代进入迦南地了，因开始伫遐起造王国了后，因开始继续安怎犯罪。所以一直到因全部受消灭了后，因重新搁悔改伫上帝的面前。各位亲爱的姊妹，咱相连教会伫过去上帝引导内面，咱开始做关于社会福利的这个服侍。所以咱一开始就有3支安养中心，续接咱有视障基金会，阁有新增这个福利中心。咱无共款的人来做服侍甲传福音。过去我对这个事工，其实因为10几年前牧师拢咧带青少年。对这老人事工、上年的事工较无了解，总是即阵我去到
新增分堂的时阵，甲咱的福利中心咧配合的时阵，我感觉有真好的学习。咱的员工会甲我联络，讲牧师有一个阿嬷需要你去替祈祷。我讲好，安尼我就去投钱，投钱讲到遐，甲这个阿嬷来甲伊祈祷，甲伊分享。伫迄个中间有一个阿嬷嘛讲，牧师我足想要来新增分堂来做礼拜，但是安怎我骹无介好，无法度行，所以我无法度去做礼拜。因兜行到新增分堂，敢若10分钟，伊足想要行的，一个80几岁的阿嬷，总是伊的骹着伤，伊无法度正常来行，伊敢若住伫5楼顶，我看伊要爬楼梯落来，就足费气啦。所以讲安尼，牧师我毋知要安怎去做礼拜，我讲我请阮的同工来载你去做礼拜，礼拜煞搁载你转去。我感觉当阮伫这过程中间，伫遮的服侍内面，我看到侪侪过去无感受到需要斗3工的人，咱看到即马需要斗3工。伫圣诞节时，阮去送年菜，规个新中分堂的同工分配落去，逐个拢去送年菜，100外户。即个送餐，咱普通时拜1到拜5就咧送即个便当。或者的家己人徛起无法度煮食的是大人，即长辈，因无法度好好行路的，因无好的体力，通去爬楼梯的，咱的员工、咱的志工拢会送便当去互伊。拜1到拜5中昼甲暗时拢有便当。当我去送年菜的时，我迄个感受就特别深，因为去到迄个你毋捌去过人的厝内底，因为伊敢若一个人咧住，伊无法度摒厝内。伊可能衫嘛穿袂整齐，身体嘛袂拄好。好佳在咱福利中心有员工，逐工会当去甲伊照顾，敲电话甲伊联络，所以阮拢安尼来服侍遮的需要服侍啦。咱双年教会伫过去安尼的时间中间，为安养中心到即马社会福利中心，咱所做的对遮的时间、对遮的服侍、对遮福音的可能性的人。愈来愈开阔，所以咱即阵伫新增分堂，咱嘛伫遐有一个改变。因为新增分堂是伫3楼伫做礼拜，3楼的椅仔摆满，会使55位做礼拜。即阵已经差不多50个人咧做礼拜，真满。咱的中秋会真欢喜来设法从1楼开始来改建。我想伫今年年底进前，就会使完工。咱的1楼就会使坐160个人，安尼咱就有一个真开阔的礼拜的所在，嘛是当社区来做好的宣教的时间。我相信伫这个过程中间，咱感谢上帝来引带咱，总是咱毋是到遮就好。伫生活中间，咱嘛会当看到，嘛有人讲，主耶稣啊，到遮就好。耶稣的门徒对耶稣去当着。摩西甲以利亚，这个故事大家应该拢真清楚。伊的门徒安怎讲？我替你起一个厝伫遮，替你起一个厝伫遮，去咱伫遮就好，欢喜踮遮就好。各位，假使咱的教会，但是伫历史的过程中间，咱来看，咱若是到遮就好，咱就是退步啊。因为咱无阁继续有愿意拍拼、奋战的精神。为啥无书面来讲？因为时间过了足紧。咱的时代严密就过去啊！咱要安怎，互咱的囝儿世世会当接受？伫这个信仰中间，咱讲传承，我感觉这是一个足重要的。牧师为少年来到双年教会第一届，到今年拄啊27年，就是讲我第一届来到双年教会服侍，到我今年拄啊27年，伫这个中间来来去去，我来看到咱双年教会。真正是受到上帝祝福的教会。顶一届我伫遮讲道是12年前，牧师要离开台湾去美国的上尾一个讲道。我拢感觉今日我徛伫这个所在，若毋是上帝恩典，我要安怎会当搁徛伫这个所在？我回顾伫这个过程中间，上帝安怎引带我来甲每一个咱的兄弟姊妹熟悉，来三体祈祷，来伫遮关心咱的兄弟姊妹。我相信。这拢是上帝的引带。同款，各位亲爱的姊妹，若是安尼，咱是毋是愿意？伫这个时阵，咱来想看卖啊。
毋是教会有历史尔，咱家己个人嘛是有历史的人。有一天你会退休，有一天你做中职你会退职，因为安怎？年岁到啊！毋是因为咱想要退休，是因为这是咱的服侍限制。但是咱伫即阵，敢有可能来看到咱的下一代，咱愿意安怎？将这个上帝对咱所带领引带，咱的历史、咱的文物、咱少年教会过去的种种，来甲咱的这个后一代来分享。将上好的留予咱的后一代，毋是要希望咱停伫遮，是要仰望咱的后一代，佮继续往上行。所以我相信，咱少年教会毋是干那到今仔日，咱开新增分堂了后就结束啊！我相信，咱一定阁有愈侪的同工。愈侪的中职，愈侪兄弟姊妹愿意为着双年教会安怎来做水阁好的事工。所以各位亲爱的姊妹，咱来回顾咱家己的历史。伫安尼过程中间，你就知影，咱是一个有故事的人。咱的故事毋是我做做有诶无诶代志，所以有故事。咱的故事是甲上帝连结做伙，无咱要哪叫做基督徒。你的人生故事，若甲耶稣基督无任何牵连，安尼甲无信主的人是共款的。咱常常咧讲一句话，听人咧讲一句话，你是个有故事的人，对。你的故事若毋是甲上帝结连做伙，安尼个故事人生就无够精彩啦。所以我感觉牧师要鼓励咱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将你的故事成做好的信仰的见证，互你的囝儿时时知影，互咱的兄弟姊妹知影。互你伫小组内底会当做真好的分享，所以咱拢希望讲，咱会当互人幸福。但是互人幸福是一个什么？互人幸福是一个形容词。你若无行动去互人得到祝福，伊就袂幸福啦。所以互人幸福是一个什么？传福音的过程。我若愿意去祝福这个人，得到上帝的祝福，互伊甲我同款。那安尼，这个叫做上好上帝恩典，嘛要延续落去。所以第三项，咱要来看。照今日圣经再来看，有一段上重要的，就是上尾13节。13节安尼讲，你搁爱伫耶和华你上帝的面前讲，我已经将圣物对我的厝内底刻出来，互利未人、甲徛基的。甲孤儿、甲寡妇是照你所吩咐我一切命令，你的命令我拢无违背，嘛无袂记。咱第二版圣经是讲啥物？讲你着爱互利未人、甲出外人、甲孤儿、寡妇。牧师要甲大家分享，我咧读旧约圣经的时，我看到这段话时常出现。啥叫时常出现？上帝不断地提醒这以色列百姓。恁爱去对待、好款待遐个出外人，甲遐个孤儿、甲寡妇，因为因是上需要得到帮助的人，因是上需要得到帮助的人。牧师伫北美10年的时间，我伫北美10年的时间，我定会体会到，我就是一个出外人。规教会拢总是出外人，因为阮伫迄个异乡的所在。边啊，拢总甲阮无共款的人，干那阮做伙讲台语的，阮通知影讲，阮是一个伫人的所在，阮伫遐出外啦。但是搁较扩大来看，各位兄弟姊妹，咱敢毋是每一个人拢是出外人？有个人为南部起来，有个人为宜兰来的，有个人为别位过来。无论什么款的人，咱可能人生拢是一个流浪搁出外的人。有可能伫咱的过程交陪的过程中间，你有好朋友，你愿意去帮助伊，伊就伫遐得到帮助。伊需要性命心神的讨帮，你甲带来教会，无定啊，伊就认捌上帝。各位，咱拢是出外人，出外人是爱互相帮助的，出外人是爱互相来倚靠上帝，来成做咱性命的目标啦。所以伫遮，无论是出外的人，也是这孤儿甲寡妇，拢是上需要得到帮助甲祝福的人。所以我讲，咱毋是一个要受人互咱的祝福，甲互咱家己得到幸福的人尔。咱更较最需要是，咱会当去做啥物伫你的身上，
咱会当做什么？伫别人的身上，咱会当做什么？伫遐需要人的身上。当你有看见的时候，你敢有愿意要去安尼做无？就上帝对以色列百姓的呼召同款。过去我已经将上好的恩典拢互恁啊，恁敢有愿意接受这款的恩典，来伫恁的生命中间，将恁接受的恩典搁安怎祝福出去？所以唔通违背嘛，唔通袂记上帝的命令，伊的命令就是你敢愿意，互遐个需要的人得到祝福。今日是咱的教社主日啦，吼，就是讲咱透过这个社会福利的时间，会做宣教的这个主日。我相信咱今日唔是针对长辈、商人尔尔。当咱这个方式，若做了真好，咱开始会当去针对咱所看到有需要帮助的。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妹，互咱成做一个有故事的人，互咱成做愿意将你的性命来成做祝福别人的人。我相信这是上帝对咱上好的呼召，因为你已经是接受上帝大大的恩典。唔通袂记得咱双年教会上重要的这两句话：倒步主义以及行不了的罪。我相信咱拢是行罪的人，因为咱有上帝足大的恩典，咱永远拢行不了。愿上帝祝福咱大家。伫今日牧师要来邀请咱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咱做一项代志。伫礼拜三，你敢会当看到若有人需要祈祷，你愿意为伊来祈祷的？你若愿意看到有人需要帮助呢，你去做一项帮助的代志。我相信用安尼来回应上帝对咱的话语，咱来回应上帝对咱的呼召，嘛回应上帝伫咱的双年教会所写落来的历史。咱的故事以后会成做双年教会的历史。咱做下头来祈祷。昨天来，我的主，我感谢你，你是阮救赎的上帝。所以我当阮搁一届来到你面前，阮就知影主，阮欠缺，阮无够野。主，阮真见笑，因为阮无完全尽心尽力尽意尽性来听你，因为你讲阮爱听人，嘛爱听上帝。所以主啊，帮助阮，毋但是听你，阮嘛是听人。愿你来呼召阮双年教会，新的111周年，前来跑走的时，你要互阮兴起，搁做搁新搁水的事。我哋感谢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的名来祈求，阿门。